今天晚上来个大补品做夜宵，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它就是榴莲。半个钟之前是这样的，是空运过来的，非常快，非常厉害。这个榴莲有很多人不喜欢吃，但是也有很多人对它如痴如醉。但是我想分享的就是大家不妨试一下，其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食品，而且对男士特别好，因为它有补肾的功能，所以大家可以买点给先生